財富、名譽、權力，能夠擁有晒呢啲嘢嘅人，只有海賊王葛魯多羅扎。佢喺行刑之前向天下人講，希望佢哋向住同一個目標進發。我收埋一個大寶藏，如果你想得到嘅，儘管去揾啊！天下間嘅人就以偉大嘅航道作為目標，向大海出發啦！佢哋每個人都懷住尋寶嘅夢想，全世界都掀起咗尋寶嘅熱潮。大海賊時代就係咁樣來臨。讓份探索尋秘寶，從沒有地圖，仍毅情緒上同挽手，定可找得到。One Piece， 碧海裏每段迷離，寫出悲與喜，升起了我這面旗，尋覓每個知己。只想探索那傳奇，完成壯闊的日記，在浪花中一起去遠飛，踏盡每一片陸地。航道裏少不免多少爭鬥或困阻，需要挑戰，憑着勇氣與信念同行互勉，用雙手擊出一片天，讓份探索尋秘寶，從沒有地圖，仍毅情在上，同挽手帶起這造夢，見證着暖陽的風，有情要 wanna be my friend。 We are on the cruise。 We are。 沙裏有細雨落地，冰天之中櫻花舞飛，膠土照進天邊錯氣，來用兩眼通通儲起。即使有個浪漫別離，仍前往去守護你，你舉千軍槍彈向我飛，邁步去闖入絕地。航道裏的天氣，多少風雨或雪吹，充滿詭秘。攜着志氣與美夢同行萬里，用雙手捉緊這聖機，讓份探索尋秘寶，